咱伫礼拜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保守看顾阮经历一礼拜久，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那阮用感谢、欢喜的心，搁一遍来到圣殿，就是阮要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搁一遍来敬拜你。透过礼拜，甲你相亲近，甲你有亲密的沟通。特别，阮今早起也要透过甲你同坐道，来享受圣餐的恩典。主啊，阮恳求你这个时刻帮助阮，清起阮的心肝，互所有会干扰阮礼拜的因素拢完全消除。阮用敬虔无下事的信心来服侍你，透过安尼来得到你所赏赐一切恩典。阮也从今早起服侍正当工，完完全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大能的圣手引带保守看顾，互所有服侍的同工会当照你的心意、照你的计划去行。伫即个礼拜中间帮助阮，将我互阮用心灵甲真理来敬拜你。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的教会，特别阮恳求你兴起教会所有的属灵领袖，互阮会当看清楚你的计划，所推动的逐项事工会当满足你的心意。阮也恳求主你顾守看顾教会所设立的逐个机构。伫每一个机构中面，求主你互我明白你的想法甲你的计划，互阮照你的心意去行，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你，更较侪人来领受你所赏赐一切恩典。主，阮也将阮的国家、社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顾守看顾。特别是过去的一冬久，阮伫即个疫情的侵害下面，真侪人拢过了真辛苦。恳求主，你帮助阮学习分享的心，伫即个时刻，互阮会当明白，阮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彼此关心，彼此帮助。互阮会当度过即个艰苦的时期，也恳求主你继续引带保守看顾台湾的正教会，亲自点到复兴的火。伫即个需要见证的时间，求主你兴起各教会，伫逐角落为你做见证，吸引更较侪人来就近你、认捌你、接受你的恩典。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也将世界各国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赏赐真实的公义平安。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因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永伫地。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人拢学落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咱三甲自集来敬拜上帝。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第65首，圣诗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坐，请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愿感谢落你，你极其大的能力来创造宇宙万物。我每一摆看到火开、火射，我看见日光、月光，我看见日时、暗时咧运转，我看见四季运转，我看见出日落雨，我看见有透风有地动，我就知影上帝你的大能力伫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顶面咧掌权。做阮人算啥物，你竟然在笑量阮，你降临伫阮的中间，你体贴阮每一个人，阮内心的忧伤。主，阮感谢你，迄个业力是阮无法度通明白，无法度通测度，总是你创造的大能，伫阮的身躯边，拢互阮会当目睭紧紧会当看见，会当听见。
互阮无其他的理由通好来否认，通好来逃避，因为上帝你实实在在存在伫即个宇宙间。愿感受你的疼，感受你的大能的人，拢得到你的欢喜感纳。愿你的恩典也临到伫敬畏你的人，也临到伫仰望上帝你慈爱的人。主啊，阮今早起受阮的敬旨，进入伫你的圣殿。阮对阮每一个人所徛起的所在、工作的所在，来进入伫你的圣殿。伫过去的日子，阮有经历无共款的生活的历程，有欢喜，有悲伤，有失志，有得意。主啊，这个时阮拢要凭安静的心、平静的灵，伫你的面前安静顺服，用敬畏的心来敬拜你，甲你亲近。愿主你的灵，这个时阵你就临到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会当感受到主，你甲阮同在。你拭去所有伤心的人的目屎，你鼓舞所有失志的人的心，你扶起跪落伫你面前的人的骹头。主啊，你也欢喜阮伫你面前所献上的感恩和乐。主啊，感谢你，你甲阮做伙生活，虽然阮经过遮尔久疫情的攻击的期间，你疼惜台湾人，互台湾会当免除遮尔严格的攻击。总是阮台湾人，还阁有90%几的人毋捌你，无信靠你。主，你有缘遮尔疼阮台湾人人民愿。主，这就互阮基督徒有搁较大的责成。互阮知影即个责任的重大，因为阮袂当白白接受上帝的恩典无做工，阮应该就爱努力加倍拍拼伫福音的事工，互更较侪阮台湾的同胞会当来体认，这是上帝你极大的恩典甲怜悯，毋是靠家己的熬，毋是靠家己台湾有甚物款的才调。咱是上帝你大的怜悯，你的恩惠，才会当互阮台湾人会当免除伫即摆遮尔严重的疫情的攻击。哦，主啊，求你振兴教会，互阮会当把握这个机会，讲传上帝你的疼，讲传上帝你的大权能。哦，主，恳求你催逼你的教会，万少年教会已经有108年伫即个所在。恳求主，你过去安怎引带少年教会？恳求你，伫打开始，你也掌权阮所行的道路，你来主导，你来提醒，你来催逼阮，哦，你所选调、你所竞选的同工萝卜，拢会当遵照你的心意，会当敬畏你的心来做阮的工。阮毋是凭家己的财物，因为阮知影，阮的心智时常会摇动。虽然主你赐予阮智慧，总是阮常常伫阮自我、骄傲的中间来离开上帝。袂记得上帝你是至权。主啊，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忏悔认罪，恳求主，你互阮嘅教会。甲阮每一个人有机会通好活倒转，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正路。互阮所做的无白白，互阮所做的毋是对空气咧拍拳，互阮所做的叫人拢会当结果子，侪侪来荣光上帝你的名。恳求你照顾少年教会，恳求你也照顾引带催逼全台湾的教会。互阮伫福音的事工的顶面，会当有忠心，会当有尽忠伫上帝你所交代阮的事工。伫即个时阵，阮搁一摆恳求圣神，你来安静阮的心，互阮有平静安稳的灵来敬拜你。阮要享受甲你亲近的时间，愿主欢喜。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
主听阮祈迄阵咱来交托启示文第19篇，伫咱圣诗的后面。启示文19篇也是诗篇的95篇，请咱做伙来启用。来呀，咱就向耶和华唱歌，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呀，咱就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请咱各一摆来吟圣诗，圣诗278首。上帝原本是我牧者，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的信仰。我是上帝专门的创造天地所在，我是那所有上帝的信仰，咱主必对圣经。
较济。先我对要引带咱来学到上帝，我一生会歌。这时阵要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列王记上卷11章第1节到13节。伫现代中文译本旧约的部分415页。所罗门王爱着真侪外国的查某囡仔。除去埃及王的查某囝以外，伊阁带赫人的查某囡仔，
以及摩押、阿门、以东甲西顿的查某囡仔。上主捌命令以色列人毋通甲遮个异族通婚，因为因会引诱以色列人去军队因的神。当时所罗门恋爱遮个查某囡仔，娶了700个公主，遮个以外，也阁有300个嫔妃。因互所罗门离弃杀上帝，伫伊年老的时阵，因引诱伊去拜别个神明。伊无亲像伊的老爸大卫遐尼专心尽忠伫上主伊的上帝。伊拜西顿人的阿斯塔洛女神，甲阿门人迄个可恶的摩洛神。伊得罪上主，无亲像伊的老爸大卫遐尼完全顺坦上主。伊伫耶路撒冷东边的山顶起造一个山头坛，祭拜摩押的可恶神基抹；佮起造一个山头坛，祭拜阿门人可恶神摩洛。伊阁为所有的外国车切起造真侪拜偶像的所在，互因会当伫遐家己的神明烧香献祭。虽然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捌2摆所罗门显现，命令伊袂使敬拜别个神明。但是所罗门无听叹上主，反倒转离弃杀伊。就安尼，上主所罗门发生气，对伊讲：因为你故意背逆弃杀我甲你立的约，无遵守我的命令，我一定要将你的国夺走，互你的一个大神。但是为着你老爸大卫的缘故，我无伫你有生之年做这项事，要等你的囝做王的时阵才实行。但是我无要将整个的国家对伊的手中夺走，为着我的奴仆大卫，为着耶路撒冷这座我为家己选立的城，我要留一个支派予伊。以上是上帝的话。主任牧师今仔日带予咱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53，所罗门第2，智慧者的失败，请咱平静安静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所罗门王。顶礼拜咱看到伊的成功，即礼拜咱要看伊的失败。对一个人的成功，咱会当学习真济；对一个人的失败，咱嘛会当得到真济警醒。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圣经所记载这人物，互阮会当得到真济学习的所在。主，阮看见因的成功，阮知影安怎伫阮生命中间学习这个成功的因素。总是阮看见因的失败时，阮也伫阮的心中有警醒，毋通亲像因来失败。主啊，阮恳求你，即时拍开阮的心，互你的神运行伫阮的心中，帮助阮更较理解你的话，也通照安尼去行，来领受祝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若有用心去读圣经，咱就会当理解讲，所罗门其实是一个真聪明的人。因为圣经咧描述
所罗门的时阵，讲伊是一个有智慧、充满聪明的人。特别咱看起着圣经中间描述这示巴女王来看所罗门的时阵，伊看起所罗门的时阵，就将所有当想到的问题拢所罗门提出。结果所罗门回答伊所有的问题，无一个问题会当考倒伊。所以对安尼中间咱理解来讲，伊是一个有丰富知识、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人。但是安尼一个充满智慧、聪明的人，却也行入失败的道路顶面。伊当登基做王的时阵，到后来有真大无共款。所罗门变做另外一个人，毋是咱顶礼拜所讲的迄个敬畏上帝的所罗门。伊变做一个离开上帝的人。将来无一个人亲像伊遐尼有智慧，但是也无一个人亲像伊坠落到遐尼深。所以，咱咧看圣经人物的时阵，咱来理解，就是讲，有时成功是一时，若无警醒的时阵，就会行入迄个失败的道路。所以，咱无应该简单为着伊来感觉可笑，咱应该爱对伊的失败中间来学习一寡功课。到底伊的问题是出伫倒？咱明仔去警醒咱家己，毋通甲伊共款行入相款的道路。这是咱今日要学习的功课。首先，咱先来看所罗门失败的所在，就是咱发现伫圣经中间记载伊的生活非常奢华，伊的正大清英，拢是非常的奢侈浪费。咱看记着这段圣经伊为伊家己做一个宝座这宝座是用象牙所做的一个大宝座，然后用上界纯的金来包咧宝座毋是亲像一个椅仔尔这宝座是头前有6层的楼梯，后壁有一个圆的顶，宝座两面拢有一个扶手，拢有一只狮然后每一层的楼梯两边拢有一只狮，拢总12座将来无任何国王有即款的宝座所以伊迄个宝座是非常水。所有的伊用的酒杯拢是金所做的伊大的宫殿内底咧食饭用的这个餐具拢是纯金所做的，连银都无要用圣经中间说，所罗门时代银无算做是贵重的物件，所以咱会当理解来讲，伊用的物件拢是上界好、上界贵重的物件。咱最近咧读即个新眼光的查经咱去读到，咱会读到传道书对无有的学者认为讲传道书就是所罗门所写的。咱看起着传道书伊安怎形容伊家己的生活咱来看传道书的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伊讲我自言自家己讲话啦讲来啊，我来试看觅来享乐来享福我决定借着酒来家己娱乐家己追求快乐。伊讲我想这可能是人生在世真短暂的岁月中间上介好的生活方式逐工啉迄个米酒互咱生活真快乐。伊讲我开始来起厝我大兴土木为家己起造宫殿我买来男女的罗卜来服侍伊伊讲我拥有真侪牛甲羊，比任何伫耶路撒冷大过的人搁较侪。我为家己积聚君王的金银特省的财宝所以非常丰富的这物件拢集中伫伊的手中。我有真侪唱歌的男女，咱知影今日咱若生活较富裕的时阵，咱买迄个高级的音响。所罗门毋是安尼，伊是叫人亲自来演唱逐工伫伊的宫殿内底开演唱会叫圣乐队来伫个边仔唱伊讲我有无数的妃子啦、妃嫔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讲伊娶1000个某啦随心所欲，
我要爱什么货，就爱有什么货。我真正享受，无受拘束。我这生活了，遮尔快乐啊！吼，咱拢感觉伊可能真快乐吼。毋过后一句恁爱去看，十一再讲，这一切拢是空虚啦吼。毋过咱会当理解着讲，伊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奢侈啊！咱要注意吼，就是讲，所罗门的时代当然是以色列国上界富强的时阵，检查奢侈一下，吼，奢华一下无啥物货。圣经中敢嘛无提到讲上帝无欢喜，也是讲谴责即款的情形。但是咱爱明白，这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因为人咧享受奢华的过程中间，有时阵会忽略生命中间其他重要的代志。一个人若过头注重家己的享乐，就为家己的生命种了失败的种子，就是失败的开始。因为伫伊奢华的生活的同时，伊无去注意到四周围发生啥物款的代志，这是伊失败的开始。过种奢华享乐的生活，所以伊第一项即个失败，引起第二项。咱来看，伊奢华生活的同时，伊所统治的百姓是过啥物款的生活？伊遮尔奢华，相对伊的百姓是背负真大的重担。亲像无论是咱看见着世界各国的国王相共，有诶若真爱享受，要为家己起真水的宫殿，甚至为家己起真即个富丽堂皇的梦的时阵，一定爱真侪人来做苦工。所以享受奢华的过程中间，是甲百姓的苦痛相连结的。虽然咱若看《列王记》上悬的第4章的时阵，介绍百姓是活了真安居乐业，生活是无烦无恼。但是咱若注意看后来圣经中间伫所罗门死了后，北部的支族的人来找伊的囝罗波安的时阵，对伊的囝罗波安安尼讲。讲你的老爸所罗门，互阮背负重担。如果你若减轻阮的担，互阮的生活过去，阮就归顺你。因的条件来讲，你互阮的生活过去，可见所罗门家己一方面过奢华的生活，伊的百姓背负真大的重担，连生活强强要过袂去所以其实古早甲今仔日拢相共。若一个执政的大官，生活奢侈、过头奢华的时阵，百姓生活伫痛苦中间的时阵，即个国家一定会败亡。所以，伊一方面过奢华的生活，伊的百姓却过真艰苦的生活。第三项，伊失败的所在就是伊的生命中间、伊的性格中间有一个真大真大的缺点，就是放纵情欲啦，伊放纵家己的情欲。咱看今日所读的经文，安尼讲，伊讲所罗门爱真侪外国的女子，除了埃及王的查某囝以外，伊阁娶希林的女子摩押、阿门、以东、西顿，这个查某囡仔，伊拢来娶来。这个拢是上帝捌命令以色列人袂当甲这异族通婚。其实咱的理解毋是这族群的问题，其实是后壁这个原因，因为因会引诱以色列人去对因去敬拜因的神明，但是所罗门就无咧注意这，放纵家己的情欲，娶700个公主，佮300个妃子，引起所罗门离开上帝。当然，有的圣经学者是认为讲，所罗门为什么娶这么侪某是因为有政治因素的。咱看见着，首先伊娶这埃及法老的查某囝，为什么伊爱娶埃及法老的查某囝？因为埃及甲以色列迄个时阵拢真强盛，所罗门为着要甲埃及建立和平的关系，就想讲我若甲伊做亲戚两国就袂相争嘛。所以就去娶埃及的公主来做伊的某，两国变做亲家了，安尼就彼此袂相争。
而且伊带这个法老的查某囝了，法老王佫将一个叫做基色的城送互这公主做嫁妆，就是送互所罗门吼。咱来去看《列王记》相关第9章，咱会当看这个记载吼。啊，这个基色这个城原本是伫以色列内底，但是长期以来受埃及的统治，埃及将这个迦南人赶走了，统治这个城。啊，因为所罗门娶这埃及的公主，所以这公主就将这国王就将这个做嫁妆，献予所罗门王。啊，所以对所罗门来讲吼，这是一个稳定国家的一个真好的方法。而且当时的国家甲国家中间，真流行这种用两国通婚来产生和平条约的方式。所以所罗门自然而然，伊用家己的聪明智慧，想要运用这种方式，甲周围的国家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不但娶埃及的公主，佮娶摩押、娶阿文人、娶以东人、娶西顿人。伊将这个公主拢来带来伊个皇宫内底，才做伊个某。咱台湾有一句俗语安尼讲，娶某无用一工，起厝无用一冬，娶细姨无用一世人。伊娶1000个啊！你看伊娶遐尼济，你感觉伊敢有时间去思想上帝律例，去研究上帝的话？无啊，他母这某都母袂去啊。所以咱来理解来讲，圣经一再提醒咱，一个国家的兴亡甲衰落，是在伫敬畏真神上帝，毋是去运用真济手段。但是所罗门过头挖靠家己的智慧，互家己一步一步行入死亡的界线。所以这就是伊放纵家己的情欲，想要运用家己的智慧，去治理伊个国家。到尾啊，这个某互伊离开上帝。后来，所罗门就哪来哪失控，伊差不多变做一个人，伊乱无这个嫔妃，然后甲因做伙去敬拜偶像。咱实在是无法度想象。过去一个遐尼敬畏上帝的人，为上帝起造圣殿的人，到因年老的时阵，伊互伊的某引诱去敬拜别个神明。圣经中间讲，伊无亲像伊的老爸大比，遐尼一心忠心伫上帝。伊去拜西顿人的神明阿斯塔洛女神，甲阿文人的神摩洛神，四界去拜，逐个神拢拜。咱袂当想象讲一个人礼拜日来双年教会做礼拜，然后拜一个去别个庙去拜别个神，拜二个去拜别个神，迄信仰已经无忠实啊。所罗门就是即款的人，甚至上帝2遍对显来提出警告。上帝安尼对伊讲，因为你故意背弃我甲你立的约。无遵守我的命令，我一定要互你的国家灭亡夺去互你这个大神不过因为大笔的缘故，所以伫伊有生之年这代志袂发生。但是伫伊死了后，这代志会发生。所以咱看以色列历史，咱就知所罗门了后，伫传互伊的囝的时阵，伊的国家就分了做南北2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遮看到一个，互咱感觉真可惜、真感叹的代志。一个头起遐尼疼上帝，为上帝起造圣殿，互以色列人有一个敬拜中心的所罗门，到落尾竟然行到这个地步，变做一个违背上帝命令的人。所以，咱爱透过安尼来警醒。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4个真重要的信息，咱来记伫咱的心肝。第一项，就是咱必须要明白，一切的财物拢是上帝赏赐予咱的。咱伫享用的时阵，爱用感谢的心来领受，而且明白过度的奢侈、奢华，会为着咱的生命带来负面的影响。
而且咱一定爱记住，毋通掠做咱已经有财米，咱就无需要上帝。伫圣经中间一再咱提醒，财物的本身是中性的。一个信徒如果会当好好来善用上帝予咱的钱财，伊会产生一个真好的功用，也就是伊会好好来运用，伊会当成做家己甲别人真大的祝福。犹太列比有一句俗语安尼讲，伊讲好野人帮赞送养人伫今生啦，送养人帮赞好野人伫来世。即句话是安尼解说，就是讲好野人看见送养人有需要，伊会当分享上帝所交代伊的财米，来帮助这送养人。当死了后去到上帝遐的时阵，因为伊在生的时阵会当帮助这送养人，所以伫上帝遐的时阵，即款的帮助就成做好野人的祝福。上帝因为安尼来报偿伊。所以咱来理解来讲，咱好好来运用上帝予咱的钱财，会当成做咱家己本身以及别人的祝福。但是如果咱若对钱财的态度无正确，伊会为咱带来可怕的后果。亲像所罗门的失败，就是在伫伊伤过好业，伤过放纵。第二项，甲第一项有关系。当咱享受上帝所予咱的财米的时阵，咱毋通袂记去看咱四周围，阁有真侪需要的人需要咱的协助。咱毋通亲像所罗门同款，家己伫宫内享受奢华的生活，百姓却为着伊来受苦。咱若有气力的时阵，咱就爱学习一项，就是爱分享。圣经中间嘛安尼来讲吼，箴言第3章29、28节讲：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毋通体死，就应当向遐应该得到的人施行。应该得到的人，就是遐真正需要的人嘛。吼，你遐若有现成的，毋通对厝边讲去啊，明仔载再来，我得较互你。吼，意思讲你爱互真正需要的人及时的帮助。咱若有上帝恩赐，咱有剩的时阵，咱就爱学习安怎去分享。其实最近牧师嘛真欢喜，就是透过一寡长老的分享吼，我知影咱中间有一寡人吼，点点咧做好的事，就是会晓去甲真正需要的人做伙分享。这是值得咱鼓励。咱知影，咱旧年吼，咱经历过一个真困难的一冬吼，各行各业拢有真济拄着困难经营的人吼。所以咱伫即个要过年的时阵吼，咱的确爱去详细去观察，咱四周围有兄弟姊妹有迄个真真正正的需要，咱会当补满因的欠缺。特别是即个过年的时间，咱会当做遮个代志，点点做遮个代志。我相信上帝伫暗中会报偿咱。所以咱若有几力的时阵，就爱学习安怎去分享。第三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所罗门伊伫富贵的时阵吼，因由就找着伊。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当咱平静安稳的时阵吼，咱更加爱小心提防，恐惊试炼就来。咱现主时若拄着咱会使用真侪只个真方便的物件，比如讲，咱拢有手机啊，会当耍手机啊，会当上网等等，这拢真好，会当对互咱丰富咱的生活，这拢毋是罪恶。但是咱会知影，有真侪试炼的蕴藏伫这中间。所以咱来说哩，用这物件好好来使用，求上帝互咱咧使用这个代志的时阵，拢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爱知影，这中间有哪有试探，而且伫面临试探的时阵，咱唯一的方式，面临魔鬼来咱试炼的时阵，唯一的方式就是逃走去甲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得到主耶稣基督的保守。所以求上帝，互咱有一个敬畏的心，互咱会当真正使用上帝，互咱一切的恩赐，以及伊所互咱一切的物件。最后一项，就是所罗门之所以会当失败，是在于伊被引诱离开上帝。
伊无法度亲像伊的老爸大笔偿款，一生持守对上帝的信心。结果伊到落尾被上帝所弃绝。所以咱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咱来专人去交托，咱来将咱所有的主权拢交互上帝，交互耶稣，互求上帝，互咱伫一生的中间，拢完完全全属于伊。啊，上界重要就是讲，咱将咱的主权啊，咱毋通想要运用咱家己的聪明智慧，咱应该爱将主权交互耶稣。咱咧做任何代志的时阵，拢想看讲，如果耶稣伫我的身躯边，伊会教示我安怎行。咱好好谨慎来行咱人生中间的每一条路，互咱每一时每一刻，拢会当得到主的保守。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透过所罗门伊的生命中间失败的代志，咱来学习这个功课，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圣经的人物的失败，互阮有警醒。阮求主，你保守看顾阮，特别是伫要今年要结束，新的一档要开始的时阵，求主帮助阮，会当使用你所赏赐阮一切的恩典。当阮有剩的时阵，会当甲需要的人做伙分享。啊，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当试炼来的时阵，互阮会晓避伫你内面，将阮所有的全部的主权拢交互你，求你来保守看顾阮，引带阮头前的路站。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迄时阵，咱要做伙来吟新圣诗361首，求圣神感动阮谦卑，求圣神感动阮谦卑。啊，咱确定，请咱拢看银幕，因为咱的周报顶面的谱写我印了无清楚吼，所以请咱拢来看银幕。啊，咱请司琴会当先弹一遍啊，因为这首诗咱较无熟。请司琴拢先弹一遍，啊，咱才来唱吼。
领受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也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共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那归远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记那着我担当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也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稳定，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事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逐生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现在阮照圣囝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垂肯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会通持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这个饼，小委员的摕饼放伫你的手内。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孝念我。当咱摕到这个杯时，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流出的宝血，互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就惊安尼来孝念伊，咱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互阮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的时，求你欢喜感纳阮。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互阮永远属于你，也当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的名。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阵，咱要来奉献，请咱来备办好势，用敬虔的心来奉献。起立，咱来感谢慈悲天然，阮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学到你所施了伫阮每一人身上的恩典是遮尔大。感谢你，互阮有教育，生活所需要。当阮将你所赏赐互阮的，阮献上伫你的面前，阮也将阮的一生仰望上帝，你来使用阮。恭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请坐。我来，请咱先开周报的第5页，那我来报告吼。本周的特别事工，咱已经每一礼拜咱拢有搁再强调，就是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有升温的趋势，以及咱已经进入旧历年的假期、长假的这个期间，所以请咱兄弟姊妹，咱会当真注意咱的自我健康的管理。当咱进入人群的时，咱爱戴迄个喙掩吼，互咱会当保持咱的身体的健康，免得受到即个病毒的感染。所以咱的聚会嘛有侪的即个规定吼，遮咱拢来遵照这个规定来遵守吼。因为咱已经用真长的时间安尼咧做，所以咱也真习惯啦吼。具体的关怀，本会会友黄林碧玉长老娘就是黄宁家长老的妈妈，伫1月2日安息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咱先开第6页，旧历年春节期间假期，若有要联络办公室，咱的值班的传告者是秀清传道，伊的电话定伫即个所在，咱会当甲伊联络。除夕的围炉家庭礼拜的停书，咱下伫10楼走廊，请咱兄弟会当来摕就好一张。新春全家福感恩礼拜伫正月初1、2月12早起时10点半，伫10楼礼拜堂举行。礼拜中，咱有邀请友志来献唱，唱咱每一年拢会唱，咱就来吟诗，要伫10点伫10楼礼拜堂来练。因为旧历年的期间，2月14就是主日下礼拜，咱4场合并做1场，请咱注意吼，咱无第1场、第2场，咱4场的礼拜合并伫10点半。伫10楼礼拜堂来举行，迄日的儿童主日学暂停1摆，儿童主日学暂停1摆吼，请咱兄弟留意吼。3月初7是咱教会设教108年纪念主日，咱要举行全教会野外礼拜，咱要去新竹即个所在咱记伫即个所在吼，请咱来报名参加。时间是3月初7早起8点20对教会集合出发，请咱拢坐车吼，毋好咱莫家己开车吼，咱拢来教会坐车。每一个人交500块，吼，那参加的人伫车顶就会退200吼。咱若3岁以下退费300，所以来坐车才有退钱吼，家己开车就无退钱。来，咱先开第8页。第8页洗礼证造就班，咱即期是对为着伫迄个国外节要洗礼吼，所以咱的慕道友若伫2月21开始，会当来上连续6节的课吼，所以咱在场咱的慕道的兄弟姊妹，愿上帝鼓舞你的心。陪伴你的心，鼓励你，为你排除所有一切阻碍吼，会当欢欢喜喜来跟对上帝吼。咱的奖学金申请对后主日下主日开始申请到2月底为止吼，请咱注意来即个代志来申请。过来就是。方言的部分，请咱来家己看啦吼。咱有身体欠安的这兄弟姊妹，请咱来为因来代祷。每一日伫咱的灵修的时间，会当为因来提名，也为着无道的兄弟姊妹来提名祈祷。愿上帝鼓舞因来接受洗礼。以上这时阵来请
主席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牧师来介绍今仔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吼，遮有对高雄红山来的，这有5位吼，林宇乐、林伟哲、陈立新等5位，毋知坐伫倒位？伫头前遮哈，欢迎。搁第2位吼，第2是陈金英小姐，好。毋知影有其他无介绍到的？好，欢迎遮贵宾，等下咱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招待甲介绍。牧师大家提醒吼，就是即个咱周报中间有咱伫3月第1礼拜要举行野外礼拜吼，请大家当来报名。咱也会观察即个疫情的情形吼，来做适当的调整所以请大家放心来先来报名参与吼，这是牧师大家提醒，多谢。咱来吟上言的诗，圣诗510首，俄罗天顶主宰，请咱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